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。一齊睇下颱風麥德姆的最新消息。在午夜12時，颱風麥德姆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約350公里，即在北緯19.3度、東經113.3度附近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約25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。按照現時預測，麥德姆會在星期日10月5日凌晨至早上最接近本港，於本港西南約300公里外掠過。除非與麥德姆相關的烈風區更為接近珠江口，否則本港普遍持續吹烈風的機會較低。3號強風信號將至少維持至星期日中午12時。唔通會喺12時20分落3號波？今次係本年第12次發出熱帶氣旋警告，簡直係破晒以往嘅紀錄。本台一向習慣係唔會對冇乜機會發8號波嘅熱帶氣旋作出報道。但係由於今次係破紀錄發出熱帶氣旋警告，所以今次作出破例。今年嘅風季可能仲未完，請大家隨時留意官方天文台嘅天氣消息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